台南市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劳工甲都发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，其中伫个劳工的部分，议员林议员关心去年因为疫情开办的安心上工计划，提供短期的劳工就业机会，一个月上侪80点钟，一点钟160块，一个月上悬补助12800。不过，该计划将伫今年6月底就到期。对此，议员建议是毋是应该来延长？对此，劳工局长回应，会请市长先用第2五备金来应用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他延，但是他时数是没有调整的话，那可能他有点像是说他的受众是扩大了。但是对于原本这些正在受这个计划帮助的这一些民众，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照顾到。那我们台南市这边在中央还没有相关的明确的指引出来之前，我们有没有先做一些准备？事实上，可能议员你要担心的，可能这个计划是说，如果这个计划有延1年，但是他已经服务满1年，已经操作会，可能这些人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找到工作。这个可能我们要跟中央反映说，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一开始疫情之下影响最大、最弱势的一块。那所以如果未来延了，但是他们却不是适用，被限制到，对，这个可能我们要跟中央来反映有这个实际面。那目前我们台南除了跟中央反映，我看问题，我们不能什么凡事都等中央嘛。这一部分就是我跟有人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市长都蛮关心的，会启动我们的第2预备金来做这样没有跟他连在一起的计划一样即时上工。那我们这2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2年都事先有第2预备金的动用，但是最后再跟卫生局合作，我们再跟卫福部申请补助，所以等于是我们这2年都有动用我们自己先起步，先动用第2预备金，但是最后卫福部又补助我们，等于是相抵回来，所以无形中是我们都先走第1步，由我们市政府自动这样做。议员，你这样就是我们台南版本的自己也有准备好这样。对。同款劳工的部分，还佫有议员关心外籍移工的问题，因为外关区有大量的移工确诊，造成工厂全部要做 PCR 的检验。对此，议员王家珍关心外籍移工的疫苗施打率。对此，劳工局长回应，拢有要求工厂的业者来督促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